时候开始，我们就开始研发这种仿生人形机器人。那么我们做的这个仿生人形机器人呢，其实是最复杂的一类机器人的产品。那么它集成了几乎所有的机器人的技术，包括了机器人的仿生皮肤、机械结构、自动控制，以及它的智慧的大脑，就是我们的大模型。